就是传说中一人镇山河，万里无追兵的人间修罗墨海，看着也不怎么样啊。他要是厉害，也不会关进来了。他真的能够帮到我们吗？他不是被关进来的，而是自封于此。都放下，他要是想杀我，再多100人都没用。墨海，好久不见啊！有事儿？长话短说，我们需要你帮忙。你是在命令我？挺大，但是你还不配。你，小莫呀，上面交代这件事情，只有你能完成。帮我们救一个人，一个女人。哟，有点意思。女人，难道看中了我优良基因？不给。拜拜，回去补觉了。如果我说他与你师父的死有关呢，也不救吗？谁？理由？他在研究长生不死药，并且有了成果。爷爷，你没有搞错吧？婚约和一个刚出狱的刑满人员，我才不能。你是谁？你知不知道你让我等了足足5分钟，1号都不敢让我等这么久。女人，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靠！红枣加红糖，你这月经不调啊？王八蛋，谁让你进来的？保安，保安呢？秦总，保安们刚刚被一个陌生人全部打倒了。随便拍2下就不行了，以后别聘请那些垃圾了，浪费钱。你就是墨海？看来你爷爷跟你说了，能找到我也算是你秦家的荣幸了。就凭你想做我的未婚夫，做梦！你要干嘛？喊有屁用！没我的话，今天他早死了。怎么挂断电话了？记得见到莫先生一定要好好说话。已经见到了你的孙女，刚才遇到狙击手袭击了。什么？莫先生，还请一定要保护好小兰啊！让我当保镖，传出去我还怎么混？要不是他研制长生药剂被盯上，也和我师父的死有关，我会来这里吗？那是当然，能和莫先生你搭上线，是我秦家的荣幸。不过当初你师父和我打来说了一点点钱，你看，我还就是，又不是没钱，欠的也不多，19600亿而已。多少？如果莫先生愿意保护小兰，那这笔账就一笔勾销。一笔勾销？放心好了，我这个人最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你孙女我保定了。还请把手机给小兰，我和她说几句话。行了，已经没事了。狙击手一般一击没能击杀目标就会离开，不过这一次的狙击手已经物理意义上的离开了。小兰，记得一定要把莫先生留在公司，全程保护你的安全。以后我就是你的保镖了，负责你的安全。你到底是怎么哄骗我爷爷的？居然让他对你这么尊敬，
还派你来保护我。我刚才救了你一命。那明明是凑巧而已。我保护你是你的荣幸。要知道，很多地区的首脑想让我保护我都不去。就吹吧你，满嘴跑火车，死骗子！行，保护我的安全是吧？那你明天去保安部报到。什么？我去当保安？这是干嘛呢？贿赂我？你是新来的，怎么这么没有眼力劲儿？滚一边去！这么多年还没人嚣张到敢叫我滚。哎，你今天见到了。滚！他叔叔是咱们集团的第2大董事，我们惹不起，你也千万不要惹他呀。哟呵，你这架势，难不成还想打我？你这种垃圾角色，打你只会脏了我的手。不敢就不敢，搁这装什么？现在就不脏了。你真敢打我？你再打我一下试试！这辈子没见过这么犯贱的要求。哎呀，不能打呀！这下全完蛋了。徐董事要是怒了，谁能担待得起呀？放心，到时候我会让那什么徐董事一怒之下就只能怒了一下的。你等着，你他娘给我等着！老子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是谁打了我的侄子？二叔，就是他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秦总，今天这事儿，要是没有个交代，我会和其他董事联手，到时候可别怪我不讲情面。徐董事，你放心，我的人犯了错，我自己会处理，但还轮不到其他人指手画脚。好，有点气质了，这才像样吧？秦岚，要是没有我二叔，风华集团早就垮了。你现在装什么？也别怪我不讲往日情分。这样吧，他不是很能打吗？公司有笔6000多万的债务一直没有收回来，让他去收回来。你说的是？没错，就是凯莱房地产公司的那笔账。这怎么可能？凯莱房地产的文爷谁能招惹？之前去要账的，现在还躺在医院呢。秦总，这就是我的条件，你要是不答应，那就等着董事会的弹劾吧。他是我的人，你们没有资格去吩咐他做什么。墨海，你不用理他们。我有个会要开，你们记住了，公司现在是我说了算。不过是收个账而已。二叔，这小子真敢去啊！我们快跟过去，看文爷怎么治这小子。哎，他喵的哪儿来的臭保安？这儿是你能来的吗？一边去！我是来找你们老大要账，连本带利6136万3056。快来人呐！有人闹事砸场子！敢来这里踢馆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来了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这个小子敢在文业的地盘这么闹事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，敢来老子地盘闹事儿啊？文爷，你有点眼熟啊，咱们见过。现在才想起和文爷套近乎，晚了。是啊，这小子死定了。爷，终于又见到您了。把我裤子当纸巾擦呢？默哀老子！
当年要不是爷您随手救下我，我早就死在路边了。还不快给爷道歉！对不起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哦，好像想起来了，当年确实顺手救过一个人。对，是我叫文峰。爷，您想起来了？我今天是来要账的，结账吧。我还双倍，算是拖期这么久的补偿。还有这些人，搞得跟黑社会似的，吓唬到小朋友怎么办？我不喜欢，改了。改，爷您说什么我都听。我眼花了，这还是那个在江州地下世界叱咤风云的文野吗？那边躲起来的2个，我也不喜欢。原来是你们2个狗东西算计爷，看我不好好教训教训你们！老黑，这是出什么事了？秦总，不好了，莫海真的一个人去要账了。什么？这死骗子，不是告诉他不用去了吗？他是不是不知道凯莱房地产公司的厉害啊？快叫人和我去凯莱。莫海，账要回来了，算上拖欠利息还了双倍，收着吧。竟然真的要回来了。挺反差啊，女总裁穿这种款式。你确定盯上秦家的人就是我要找的人？我都来了2、3天了，没有丝毫动静。你刚出来，现在外面暗地里早已经暗流涌动。放心，盯上秦家的人一定和你师傅的死有关。最好是这样。你是谁？你从哪里来的？和你一样，刚出狱。莫海，你没有钥匙怎么进来的？就这样走进来的呗。这不可能，我的别墅有专业的安保团队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进不来。秦总说的对，没有秦总的允许，一只蚊子也飞不进来。之前就跟你说了，不要聘请垃圾，浪费钱。这种团队也能叫做安保？秦总，看样子你们认识，这人竟然敢侮辱我们。秦总，你今天一定要给我们个交代。专业团队还会让家里到处都是窃听器？哪有窃听器？你这变态肯定是在胡说！你他妈一个保安角色，也配质疑我们安保的专业性？是窃听器，在我衣服纽扣里面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的耳朵能听到2赫兹的电流，发现这个很难吗？能听到2赫兹的电流，短剧看多了，真把自己当成绝世兵王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大佬，刚才是我无礼了。秦总，这是我的严重失职，我会主动辞职。哎，等等，看你认错态度还挺好的，过来。我操，我身上也有窃听器！大佬，我真的服了。你们2个在勾引我？去你的！我在看我们身上还有没有窃听器。你快去门外把车子启动，我们要去公司了。哼，小兰，这个人好厉害啊！难道他就是你说的那个未婚夫？
我才不会嫁给他呢！让我看看你这丫头身上还有没有窃听器。墨海，你干嘛坐副驾驶位置？女人，让我当保安也就算了，还想让我当司机，传出去我还混不混了？还有，这种破车也配让我亲自开？装，接着装，我这车可200多万呢。停车，让我开，被跟踪了，看我甩掉他们。被跟踪了，是谁？坐稳了，我开车的时候可不会照顾到你们。你快点，他们要追上来了。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，献丑了。什么垃圾车技，能把车子开成这样？墨海，你下去干嘛？他们这么多人，太危险了。本来想展示一下车技，遛狗玩玩，现在车子坏了，当然要下车解决了。你他喵说谁是狗呢？给老子干他！快喊人来！我知道错了，没信号，这群家伙的车上有信号屏蔽器，我们怎么办？走，我们下车帮墨海。刚刚发生了什么？这不到5秒吧？墨海原来这么厉害吗？说吧，你的幕后指使者是谁？你太小瞧我们这一行了，不论生死都不会供出雇主的身份。你杀了我吧！你是唯一一个在我面前说话这么硬气的人，我很欣赏你，希望你能撑下去。接下来我要问一些事情，场面可能有点残忍，你俩先回车上。好疼，我撑不下去了。我说，废物，全身上下就属嘴最硬。说，是谁？是周氏集团的大公子周大少，他想要秦小姐手里的一款药的专利。药的专利，长生药，终于来了。秦岚，很快你手上的那款药剂就是我的了。说，是谁让你打秦家的长生药剂主意的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最后一次机会，说。我真不知道。他没说谎。也是，这种小角色怎么可能有资格参与这种层次的事？真烦人，拉黑了。派你的保镖过来吓唬我是吧？你给老子等着！秦岩，你等着看吧，看看你风华集团是怎么被老子搞垮的。还有你，墨海。感谢各位的莅临，现在我们将开始此次招标大会的正式流程。此次项目招标只有一个标准，那就是价高者得。
振华公司出价3亿，周氏集团出价4亿5，风华集团出价，风华集团出价1毛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是你勾结外人！哈哈，秦小姐这是气急败坏了。秦总，你这是在说什么？证据呢？招标书被换了都不知道，又菜又爱玩。算了，我打个电话吧。你还打电话？你除了能打还会干什么？昨晚很嚣张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大人有大量，风华集团很快就要倒闭，你不如来我这里跟着我干。有我在，风华集团就垮不了。装，接着装，1毛就1毛。是公孙锦，这可是连我都高攀不上的女神，她竟然真的亲自来江城了。公孙小姐，亲爱的，只要你开口，别说1毛拿下这个项目，让我倒贴5亿都行。什么？公孙姐，你认错人了吧？他就是一个臭保镖啊！闭嘴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很抱歉让各位白跑了一趟，此次城北的项目，我们已经决定要和风华集团合作了。秦总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一定。还躲着我，这次我绝不会让你跑了。莫海，莫海，你这么躲着我，现在又和那个秦岚是什么关系啊？我的事还轮不到你来管。太帅了，我就是喜欢这个样子的你。停车。别急着走，新来的江州总督想要见你，说是有你感兴趣的线索。想不到公孙家的大小姐不爱黄金，不爱珠宝，就爱一个小白脸啊！就爱！我现在没心思扯淡，趁我还没生气之前，滚！在江城还有人敢叫我滚？掌嘴！打我干什么？我让你们抽他的嘴巴！郭少，我没打你啊！谁？是谁打的我？在吵什么？没事，我代表我们郭家是特意来拜访您的。陈总督，我们去里面谈。让他滚，然后给你5分钟时间。我操，这小子，谁给他的勇气在陈总督面前这么装的？陈总督，只要您开口，我立马就替你教训这小子。放尊重点，那不是你郭家能惹的存在。你要庆幸他今天没空理你。那个小白脸到底是谁啊？你只有5分钟时间。能和人间修罗先生同饮一壶茶，是我陈某此生之幸。人间修罗，已经很久没人这么称呼我了。我还听说死狱最近又放出了10个人，组成了10老会。他们池中要么是闻名全球的商业巨鳄，要么是横行一世的地下王者。听说他们这次出来只会听从一个人的命令，这不是你这个级别能打听的。赶紧说正事。请你对总督先生尊敬一点。那就说正事。最近我收到消息，有一伙来历不明的人抵达江城并潜伏起来了，目前正在跟进后续。就这点消息也要让我亲自过来，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是。就一眼，
一眼就能让我人间修罗，好可怕！别以为有点身手就觉得了不起，那位已经是饶你一命了。周少，已经联系好了，3000万预付金也打过去了。好，秦林，还有那个臭保安，我等着你们跪着求我放过，让他们立刻准备动手，一刻也不能拖。我靠！大半夜不睡觉，两个人在这装鬼啊！莫海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，你吃醋了？我早说了，你千万别爱上我，我可看不上你离我远点，我不想理你。你呢？你又生什么气？不知道，小兰生你气，我也要跟着生你气。这么多年了，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暗器手法，厉害！你别说了。对了，你好像和公孙小姐认识。她不如你。真的？她一下子就被我的魅力折服，而你嘛，估计还要再等一段时间。死自恋狂，小心明天有课，你记得早起送他。莫海，谢谢你送我。我不知道你是从哪儿冒出来，我可告诉你，那个保安很厉害。虎哥，你快过来看！我靠，这也太牛了吧！没想到有朝一日，我会沦落到去对付一个平平无奇的小保安。莫海，我知道我可爱又迷人，但你不要这么突然的要亲我，这是非礼啊！在我面前，你是第一个这么自信的女人。盯上秦家的人，终于忍不住了，失手了。莫海，你去哪里啊？等等我！莫海，小兰可是说了，你今天要送我去学校，不能旷工。怎么又是你？爷，我也是没办法，是周少逼我这么做的。滚吧！我滚！我滚！你是狗皮膏药啊，已经没事了。我怕。莫海，你放他们走，不怕他们下次还来吗？下次，没有下次。周少，我们又失败了。什么情况？这躺着的，头上还插着狗尾巴草的瘪三是谁？废物！就这种货色还敢要老子3000万？干掉他！老大！诈尸啊！儿子，我一定会帮你报仇。不用再等了，即刻准备对风华集团动手。至于那个小保安，也顺手收拾了。是，周总。莫海，我下课了，我们去找小兰吧。我怎么真的当起司机来了？
你这搭讪方式挺狂野的啊！还有更狂野的。非礼啊！大家快来看啊！有流氓！非礼啊！你的手！是他让我摸的。好的，和我们去所里慢慢谈。什么？莫海被抓了，还是被诬陷？好心，你别急，我马上过去。徐董事，你进来不敲门的吗？秦小姐，别来无恙啊！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离开。你养的那个小白脸保安现在正关着呢，现在能谈了吗？是你叫人诬陷莫海。小手段而已，但是只要被关在里面待上1天，我在监狱里的犯人手下就能把他变成废人。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你想要谈什么？这份文件上是你们风华集团近期的一系列违规操作记录。违规操作？是你故意弄的？我周家早已准备好，只要这份文件公布出去，风华集团的股价1天内就会清零。你想借此彻底吞并我们风华集团？风华集团对我来说毫无吸引力。我看中的是你们风华集团暗中研究的长生药剂啊！什么长生药剂？集团正在研究的只是创衰老药剂而已。只要我一个电话，你那个心爱的小白脸立刻就会变成废人。先把莫海放了，再谈后面。可以。这小白脸保安对你这么重要，以后有的是机会再拿他来威胁你。秦小姐慢点，我没吩咐，那个小保安不会有事的。莫海在哪儿？那边。这果然是他的风格。一个小保安挺会装啊！我们的位置很快就会换过来。陈总座，什么风把您给吹过来？铐起来！我们怀疑你指使他人刻意诬陷，现在请你配合调查。这是不是弄错了？陈总座，我是周氏集团董事长周天龙啊！他不就是一个长得帅的保安吗？拜拜，周天虫。莫先生，案中的那伙人已经开始有动作了，事不宜迟，要立刻转移风华集团医药研究所的人员和资料。那伙人是谁？莫海，你知道吗？那种层次的敌人还不是你现在能够接触的。这样吧，我先跟你去研究所。好，小心，你一个人不安全，跟我们一起吧。我们风华集团的医药研究所就位于这栋别墅地下。哇，就跟电视剧里拍的一样啊！药剂的研究进度如何了？回秦小姐，即将进入临床实验阶段。先生，这里不可以随便参观。这里的安保措施太差了，随便来一个有点身手的都能轻松进来。不可能，我们这里可是有着全国最严密的安保系统，一只蚊子也飞不进来。这话怎么听着有点耳熟？上次莫海说安保不行的时候，也是……不好了，研究所安保系统被黑了！这么急就上钩了，我会好好陪你们玩玩。秦总，整个研究所的系统都被黑客攻占了，我们完全不是对手。哎呀，现在不是玩电脑的时候，我们快走啊！坏人要来了！我在玩电脑，你在玩什么？秦总，
研究所被入侵，来者不善，我们快点通过暗道离开这里，快点走吧，时间来不及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一只手解决了黑客入侵？我10岁的时候，用脚就能入侵全球最严密的安保系统了。按理说，这时候门已经被打开了，难道黑客入侵失败了？可笑！就这种破门，能拦得住谁？那是比银行金库还要厚实的大门啊！这还是人类吗？秦总，还有一道门，我们快走！墨海呢？你们看到墨海了吗？墨海在这里面。此路不通。秦总，你的这位朋友他疯了，他一人要对付这么多人，这人一拳打碎大门，他根本不是正常人啊！勇气可嘉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跪下就能活命。你也要给我一个机会。1秒钟，你们还能站着，算我输。我可是 S 级高手啊，竟然都看不见。太夸张了，监控上甚至都看不到莫先生的出手轨迹。你还是爱上我了？我也要抱。陈曦，你想压死我吗？把这些人处理一下。让我帮你擦屁股，你起码得先让我看看你的屁股嘛。周天龙刚被保释出去了，他这条线索可不能断啊！我正要去找他算账呢。只要搞定秦家，这偌大的江城就是我周天龙的了。咦，我握得这么响？捏碎脑袋的声音会更响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没空和你扯皮。接下来你老实回答我的话，可以少吃点苦头。别以为你和陈总督有点交情就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。你一个吃软饭，除了帅一无是处的臭保安，也配？第一个问题是谁指使你去谋求风华集团的长生药剂？没人指使我，我也想长生，不行吗？这种手法倒是让我想起了某些家伙。我们还是小看了那伙人的狠辣程度。莫先生，你不用气馁，我保证会继续调查到线索。哎呀，我摔倒了，怎么没反应？不应该推开我吗？我还以为线索断了，你会被打击到呢。有消息通知我。老头儿，好久不见。
这是……死老头，丹药我用不上，纸条上全是打麻将的欠款，我真是该你的！好，竟然是金蝉吐纳之穴！哎呦，此等风水宝地竟被一座荒坟给占了！喂，牛鼻子，说什么荒坟呢？王师傅，那被占了，此地还能用吗？朋友，你开个价吧，多少钱愿意挪坟？不卖，一边去。注意你说话的态度，我身边这位可是江州顶级豪门江家江少。朋友，我真的很需要这块地。你会看风水吗？王大师可是乾云山金光洞江州第一风水大师，你说他会不会看风水？绝杀穴都能看成金蝉吐纳之穴，这么菜也敢到处报师门名号？绝杀穴！你骗我，这分明就是龙穴！哎，菜到抠脚。我感受到了，这里绝对是风水宝地。小子，你看到了吗？我学了18年风水堪舆，你学了几年？3个月。3个月？高考冲刺营里学的吗？这都能摆错？不可能！这次还能感受到吗？感觉好冷。绝杀穴，这里真的是死穴，要是葬在这里，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请大师收我为徒，传我风水堪舆之术。资质太差，不收。你找墓地是家里有老人要不行了吧？我看你面相，是家里有老人病重。大师神了，我爷爷确实病重。求大师救我爷爷！我虽然会点医术，但也懒得去跑一趟了。回去给你爷爷吃吧，药到病除。是，多谢大师赐药。大师，在江城，只要您遇到麻烦，我一定会帮您解决。这块没吃饭啊？用力！我让你用力，我让你用力。挺会享受的嘛。墨海，这样舒服吗？女人，现在才想起来讨好我，是不是晚了点？不晚，还不是怕你被那个女人拐走。喂？什么？爷爷病倒了？丫头，爷爷没事，别担心。请你们一定要救好爷爷。抱歉，秦小姐，我们已经检查了很多次，病因还是没有找到。爷爷！小病，扎几针就好了。小病？哪里来的阿猫阿狗，这么大言不惭？秦岚，真不知道爷爷为什么把公司集团交给你，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还带着自己的小白脸来家里胡闹。爷爷的病是小病吗？当然不是，秦老爷子的病十分罕见特殊，想要根治难上加难。天神医，您可以进来了。天神医，天哪，竟然请动您老人家出手了，秦老爷子有救了！天神医，请您出手医治爷爷。秦老爷子的这里出了问题。混账！你家大人没教你要礼貌吗？你笑什么？秦老头的脑子没问题，你的就不清楚了。你敢质疑天神医？你算老几？秦岚，还不叫你的小白脸给田神医道歉？万一田神医生气不治疗爷爷了，你担当得起吗？我相信墨海，爷爷也只会比我更相信墨海。你够了，拿针来。厉害，太厉害了！一根银针就……怎么会这样？不应该呀！难道真是心脏有问题？这里一扎，秦老头就再也醒不过了。小贝，你太放肆了！哼，我不治了，就让这小子来吧。人菜脾气还挺大。
这难道是失传已久的鬼门13针？什么鬼门13针？不是耍杂技？爷爷，我操！鬼叫什么？多谢莫先生，我这把老骨头又能多挺一会儿了。乖孙女，别担心，爷爷好得很，看，爷爷还能给你提正步呢。有劳天神医了，惭愧，实在惭愧。正所谓达者为先，莫先生的医术远在我之上，方才是我太过无礼，请莫先生不要见怪。你们也一起滚！墨海，谢谢你，没想到你还会医术。笨丫头，早和你说了，莫先生无所不能。乖孙女，一定要尽早生米煮成熟饭啊！莫先生，过几日便是老头子的寿诞，希望你到时候能够赏脸。好，正好去蹭个饭。江先生，我们尽力了，准备后事吧。这世上怎么真的可能有神丹妙药？爷爷，孙儿没用。爷爷，你醒了。爷爷现在感觉全身充满了劲儿啊！太好了。人是秦家的保安。秦爷爷，小心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爷爷，生日快乐！好，好，都好。生日快乐，老头。莫先生能来，老头子这脸上可真是有光了啊！价值3000万纯金打造的金蝉，兔宝纳财。爷爷，祝您财源广进，大富大贵。你有心了。爷爷大喜的日子，你的那个墨海，连个礼物也没有。秦山，莫先生是贵客，他能来就是最大的礼物了。爷爷，这是墨海给你准备的礼物。女人，我不喜欢别人替我做决定。怎么就这么犟啊？老头，记得戴在手上，春暖夏凉，滋养脾胃。这种地摊垃圾便宜货也能拿得出手啊！爷爷年岁已高，竟被小人糊弄成这样。不过没关系，秦家有我。今天我和堂姐二人还有一份大礼要送给爷爷。郭家郭大少到。竟然是郭家大少，秦老爷子的面子也太足了。祝秦老爷子松柏长青，阖家安康。这点小礼物，希望秦老爷子能喜欢。搞了半天，这也不是你们送的。这叫什么话？没有我们，你能请来郭大少这种大人物吗？郭先生有心了，来者是客，请坐吧。爷爷，郭少今天还有一份大礼呢。这里是一份价值100亿的合作合约。秦岚，你真走运，郭少看上你了。只要你愿意嫁给郭少，100亿嫁妆立马到账。什么？秦小姐，我是真心的，希望你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。不行，做梦！秦岚，你在装什么？郭大少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做梦的是你才对。不准你这么说小兰！别以为你和总督有点交情，我就不敢动你。秦岚我会拿下，公孙瑾我更不会放过。你敢打我？口气这么臭，还敢离老子这么近？还不快给郭少道歉！得罪了郭少，不只是你，连我们秦家都要吃不了兜着走。
郭家很厉害吗？江家江明，他怎么来了？我的天，江州最强的顶级豪门世家江家大少竟然也来了！莫先生，终于又见到您了。这个墨海到底是谁？连江明在他面前都这么卑躬屈膝。江少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放肆！敢对莫先生不敬，一定是认错人了。你看啊，墨海他送的可是这么便宜的东西。这是孤品海南黄花梨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夸张成色的黄花梨？这串黄花梨起码价值5亿。5亿！莫先生，这串黄花梨我愿意出6亿购买。这可是莫先生送给我这个老头的贺礼，不卖不卖！哼！墨海，你怎么送爷爷这么贵重的东西？贵什么？我已经很低调了好吗？这不是我身上最便宜的东西了。哼！爷爷，我和珊姐已经把公司的股份卖给郭少了，只有郭家才能带领风华集团走向辉煌啊！给我滚！从此以后，秦家再无你的位置。爷爷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你也滚！秦老爷子，我江家愿意和秦家达成1000亿规模的深度合作，绝不食言。1000亿规模，还行吧。江家突然出现，联姻的计划失败了。无妨，接下来就按照之前的计划推进下去。那个墨海到底是谁？看样子好像来头不小啊。不要与他正面对抗，他不是你一个郭家能够对付的，一切听从我的指挥。墨海，好戏马上就要开场了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那个什么郭少真搞笑，小兰都已经有未婚夫了，还求婚。别做梦了，我是你一辈子得不到的男人。妈的，上次不小心失手，还真给你装上了。我操，这还是人类吗？这可是我的男人，厉害吧？查出来了，袭击研究所的人叫做藏风，是近年来在地下世界名声大噪的 S 级高手。才在死狱里待了3年，现在 S 级的标准已经拉得这么低了。然后呢？查出来是谁指使的吗？目前还没有头绪。要知道，整个江城除了江家，也没有其他人能有资格请得动 S 级高手了。被抓住的狙击手也是通过中间人领取任务，短时间内还找不到真正的指使人。既然江家有嫌疑，那就让我来负责调查江家吧。徒手接子弹，还是狙击子弹？墨海，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郭少，针对风华集团的计划已经全部准备完备，就等您一声令下了。计划全面启动。是。还我血汗钱！还我血汗钱！风华集团股市违规作假，退钱！退钱！秦总，您看，秦总，就这一会儿功夫，我们风华集团的股价已经跌停了，市值损失300亿。才300亿而已，就顶不住了。风华集团是爷爷力排众议交给我的，我不能让他在我手上垮台。他们就是风华集团的老总。假的，什么都是假的，给我打！这肯定是真的。墨海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
郭宇，是你搞的鬼！秦小姐，先别急着生气，一会儿还要赔笑脸呢。你什么意思？秦总您好，接下来请您配合我们调查。这边请。知道你和江城的陈总督有些交情，可这是负责整个胶州区域的监察组。郭宇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不装了，我摊牌了，我想要长生药剂的研究数据。我看过你的面相，你是短命鬼，长生不老。我知道你有点能耐，但和我斗还不够。秦小姐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只要你交出数据，我保你秦家飞黄腾达。做梦！别白费力气了，这可是江州的监察组，连我都没有能耐去左右。这个时候想抽我嘴巴也无济于事了吧？你不说，我还真没想起来要抽你。会打有什么用？我背后的势力你一辈子也惹不起。肖政委，给你10分钟，解决我这边的小麻烦。说实话，我还真想和你请教一下如何脸不红心不跳的装逼。你看，这马上10分钟了。是，我这边没发现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先撤吧。我操！江州的天黑了。别急着走，你还有电话要来呢。我有电话。什么？公司目前的所有合作方同一时间取消合作，这怎么可能？那个姓徐的已经承认他是刻意陷害风华集团，你可以着手准备收购郭氏集团的股价了。莫海，这是真的吗？我师傅欠的债我会还，我会把风华集团打造成市值破万亿的大公司。秦总，这你可不能质疑，莫先生完全有实力做到这点。这事儿没完，我郭家没那么容易垮掉。这郭宇只是抛出来的棋子，那伙人行事越来越大胆了。莫先生，你可要小心呐！我就等他们出来呢。只有千日做贼，哪有千日防贼的道法？秦小姐，他们的目标就是你手里的研究数据，一定要保管好。放心，我让秦岚随身携带着呢，只要我一直在她身边，东西就丢不了。呵呵，那就好，这件事的后续就交给我来处理就行了。莫海，沐浴露用完了，帮我再拿一个过来。接下来是不是要我亲自帮你抹沐浴露？嘿嘿，你想得美呢。陈鑫遇袭了！什么？郭宇竟然敢对陈鑫下手！你在这里待着，我很快就回来。爸，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小新无事。还有莫海，虽然那家伙很厉害，但也要保佑他没事。不完整的长生密码，这东西真的值得爸你为他付出生命吗？当然值得。谁？陈总督，您怎么会在这里？莫海不在，我不就来喽？真是时运不济啊！好不容易得到长生密码的消息，莫海竟然就从死狱出来了。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，没想到有朝一日，堂堂人间修罗竟然会中最低级的调虎离山计！哈哈哈，其实也不过如此嘛。陈总督，原来你是坏人，郭宇也是你指使的吗？坏人，
我是坏人怎么了？要找警察叔叔来抓我？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，都是你在背后指使的。好，原来你发现了，不过东西已经到手。打开看看。是我中计了。什么时候？到底什么时候发现我的？第一次见面时就发现了，拙劣的伪装术，没有揭穿是想钓更大的鱼儿。你不是陈总督，真的总督在哪儿？如果你们今天放我离开，我倒是可以告诉你们。看样子你并不是我要找的大鱼。这样吧，告诉我你背后的势力，可以饶你不死。饶我不死，先尝尝我的手段再说吧。墨海，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我还想留活口的，怎么碰一下就死了？这什么垃圾对手啊！小心，小心，没事吧？爷，没事，陈欣小姐安全的很。好，我马上把人给您送过去。赶紧护送陈欣小姐离开。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他们是浮屠会。谢谢莫先生，这帮浮屠会简直胆大包天。浮屠会，几年前我不是灭了他们大半势力吗？小姐，你快走，我拖住他们。敢惹浮屠会，死！碍事，一边去。墨海，听你的安排，目前整个江城的浮屠会成员都被揪出来了。至于此人，情报显示他是浮屠会12坛主之一的血骷髅 SS 级高手。你们管这种垃圾叫双 S 级？当然不能和你比嘛。我要提醒某些人，你可是有婚约在身的。小兰！哎呀！还有高手！吃饭不长脑子，光长那地方去了啊！好重啊你！莫先生，你们先聊，我和小王先走了。墨海，刚才你为什么不躲？你在教我做事啊？人家没有嘛。墨海，你和这个女人是什么关系？别忘了，你和小兰有婚约。以为我不知道？不是嫌弃墨海是刑满人员吗？我还是喜欢你一开始桀骜不驯的样子。你不准你这么说小兰！不准你这么说小兰！造孽啊！你们慢慢吵吧，最好打起来。我去做点饭吃。你还会做饭？墨海做的饭再难吃，我也会吃得干干净净。你们行吗？来吧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那一会儿就看谁吃得快。失败了，彻底失败了！我要赶紧离开江城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我郭宇一定会再回来的。办事不力，你不会再有第2次机会了。青鸾大人，江城的所有据点都被拔除了。意料之中，人间修罗果然不好对付。不过我早有准备。
海，你终于愿意接受我，要和我去苏城见我娘家人了吗？我只是去苏城见一个人，仅此而已。那怎么说也要去我家坐坐吧？今天月末，家里正好摆家宴呢。爷爷，我回来啦！公孙锦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二哥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江城城北那个项目，你竟然白送给什么风华集团？你说是什么意思？这个项目，你们公孙家的预计收入我会给。还未请教，你是？不用请教，我和你们公孙家的交情，仅限公孙锦一人。谁让你做的？这是给贵客准备的位置，给我起来！贵客？什么贵客？墨海就是我们公孙家最大的贵客。就他，公孙锦，他是你在外面养的姘头吧？贵客到！老爷子，不用这么客气。贵客登门，自然要礼数到位才行。来，快坐。还不快起来？这是你能坐的位置吗？爷爷，有贵客登门，你们去那堂不行吗？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招待墨海的。公孙锦，他到底是谁？他是我男人。哦，竟然是公孙大小姐的男朋友，不知道是哪家公司的总裁啊？总裁，这么低级的身份我会看得上？那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还行吧，在当保安，4000一个月，很稳定。挺好，保安挺好，少走几十年弯路。小锦，我以前还是太惯着你了。贵客在眼前，你这叫什么事儿？这又是什么人？陈总可是国际商会振威商会在整个江州的区域负责人，是天大的贵客。振威商会？没错，振威商会，那个掌控10万亿以上资金的国际金融巨鳄。各位抬举我了。另外，今天的贵客可不是我，而是我们商会的会长。什么？肖会长要亲自来我们公孙家？我听说肖会长刚从死狱出来，这才多久，就已经重新掌握整个商会了吗？不愧是一代传奇人物。贵客即将登门，那是1等1的大人物。你这个赖皮小白脸，还不快给我滚！参见会长。你出来这么久才重整好商会，这么慢的速度，我很失望，请会长责罚。行了，下不为例。我今天是来吃饭的，你们有事去其他地方聊吧。哦，对了，我欠他们家一个项目，双倍还了。是。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是才相谢耳。你们2个还不向莫先生道歉？莫先生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您不要怪罪。吃饭吃饭，快上菜，要最好的菜。今日之事，谁也不准泄露，否则我肖振威必定追究到底。老爷子，我们去内堂详谈吧。好，这边请。原来你今天来苏城要见的是这么一个大人物啊！他还不至于让我特意去见。那是谁？特意约我见面，别和我说只是想请我喝茶。约你见面，当然是有很重要的情报。说，你师父的死，最大的嫌疑人有线索了。你师父很有可能就是被他所杀，但他的行踪太神秘了，目前也仅仅抓到一点蛛丝马迹。有目标就行，只要有目标，我就一定会把他揪出来。这个赵磊，据我们调查，很有可能是浮屠会的高层成员。我来就行。
墨海，我辅佐你，到时候会主动联系你。大哥，那个墨海肯定大有来头，真要调查他的背景吗？当然，他和公孙瑾那么亲密，越有来头，对我们越不利。刘先生，请你开始吧。我操！发生什么了？警告！警告！你现在正涉嫌侵犯国家5S 级绝密信息，请立刻停止，否则后果很严重。到底什么情况？你要去哪儿？妈的！老子本来就想好要赚完这单就收手的，结果给老子搞了个这么大的麻烦。5S 级，我的妈呀！我他妈这辈子见过的最高等级也就3S 级啊！刘先生，你得告诉我到底什么情况啊？情况就是赶紧跑路，不然被逮到就是吃一辈子牢饭。那个墨海到底是有多大来头啊？你的那个公孙小姐，她大哥和二哥似乎昨天让黑客调查你了。不用理会，说说那里面的家伙该如何处理。等到半夜无人时，便动手。这次真要下手轻点，留个活口了。留活口？我看怕是很难做到吧？那可是浮屠会的高层。小雪，这就是你说的神秘高手？我看口气倒是挺大的嘛。他叫江武，古武传人 ，SS 级高手水准，今晚负责一部分行动任务。我不知道上面为什么这么看重你，只希望你今晚不要拖我后腿就行。之后记得告诉1号，以后不准再派任何什么 S 级、SS 级这样的垃圾过来。你说什么？我是垃圾？哎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没心思特意针对你，我是说在我眼里，所有人都是垃圾。离晚上的行动还有点时间，有本事和我切磋一下，你有这个胆量吗？我现在就可以用一根手指跟你玩。江武，你再胡闹，今天晚上的行动你就不要参加了。哼，那就看看今晚谁会拖后腿吧。准备工作已经完毕，整栋大楼被封锁，周围居民也被提前撤走，你可以尽情的大闹一场了。大闹一场？哼，连热身都算不上。站住！哼。和调查情报一样，这栋楼里全是浮屠会的不法之徒。想不到大名鼎鼎的人间修罗竟然会亲自登门拜访我。大人，这里已经暴露了，我们还是快走吧。现在的确还不是硬拼的时候。哈哈哈！给我逮到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乖乖投降的话，可以少吃点苦头。你不是我的对手，我劝你还是转身离开为好。浪费时间。救我！太强了，我根本不是对手。你做得很好，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。你是浮屠会的高层，知道你们老大现在在哪儿吗？我找他有点事儿，我觉得你还没有资格见我们会长。快带着杨雪离开这里，他很强，绝对不是一般的高层。我还是比较喜欢你今天下午那副自信的样子，不像现在，就是一个被吓破胆的废物。他真的很强，
快带着杨雪走啊！你看你，给这种垃圾的自信都打出来了，下次不要再叫任何人，我一个人就足够了。别去啊！都说了，他很强，你不是他的对手啊！你这么慢吞吞的，要走到什么时候才能到我面前？嫌慢。故弄玄虚，就是这招，快闪开，不要硬扛！哈哈哈哈哈！这可是会长亲自传授于我的古武秘法，任何人被我的幻压围杀，都得死！快走，我来拖住他。胜负还未分，等分了胜负就来不及了。你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要为参加任务的其他兄弟想想啊！这按摩力道还行吧？这也太夸张了吧！打完，收工。莫先生，多亏有您，现在我们抓到浮屠会的高层，一定会从他口中撬出有用的情报。3天，我只给你们3天时间。您放心，3天内我们会将情报双手奉上。莫先生，我想拜您为师。你的实力太弱了。看够了没有？一大早上犯花痴。好好，你最帅行了吧？我说，你今天什么情况？那个，墨海，你这2天去苏城是不是办你自己的事情去了？结束了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怕我办完自己的事后离开你是吗？女人，你就这么舍不得我离开吗？去你的！对了，墨海，今晚有个宴会要参加，是苏城公孙家的公孙成先生宴请的。公孙成，请吃饭。哎，你一个保安进去干嘛？还不过来跟我一起在外面站岗？混账！敢对莫先生不敬！行了，人家也是尽职尽责，你打他干嘛？赶紧进去吧。是，请进。秦小姐，为了庆祝我们2家在城北项目的开工，今夜可要不醉不归啊！您客气了。您请。哎呀，谁在宴会上喝热茶呀？墨海，你快帮我擦擦呀，好烫啊！我说大小姐，你现在勾引我的手段已经这么明目张胆了吗？我才没有勾引你呢，我来帮你擦。诸位，为了庆祝城内项目的开工，我们敬秦小姐一杯，干杯！干杯！秦小姐，今天还特意给你准备了庆祝用的蛋糕，你可要切第1块啊！谢谢大家。我刚才想回车上换衣服，外面门卫不让我出去呢，他们的表情好凶哦。中毒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怎么回事？不是说你的毒天下无敌吗？最该有事儿的人怎么没事？公孙成，你在干什么？公孙姐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我把何二弟踢出公孙家，我们当然要先下手为强。混账！你知道你们在和谁合作吗？当然知道，浮屠会4天王之一的青鸾小姐，连那位萧振威在他们面前都不够看。你为什么会没事？我靠，
3岁时老头就开始喂我毒，导致我完全免疫毒素，现在都发现不了有人下毒。不愧是人间修罗，我这毒无色无味，难以发现，但的确会导致毒性差了些。但接下来，此毒名为神仙陨，哪怕吸入一丁点儿，神仙都得暴毙。别说，味道不错，但口味偏辣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我精心调制的最强之毒啊！小朋友，家里大人难道没告诉过你，要远离毒品，珍爱生命吗？青鸾小姐，你到底行不行？今天不干掉墨海，我们2人怎么办啊？闭嘴！他今天必死无疑。我可不是黑鸭那个蠢货，没有十足把握之前，我是不会动手的。所有人结阵，尝尝我古阵法的厉害吧！一个人再厉害，又怎么比得过100名高手合力结下的大阵？你们的层次太低了，人多要是有用的话，那还要我这种天赋干什么？他怎么能强成这样？我这可是100名高手结下的必杀大阵啊！说，你们那个会长在哪儿？墨海，你不怕我的毒，但其他人可不行，放了我，不然他们全都要死！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。你废了我的经脉！杀了我吧！我会让这里所有人给我一起陪葬！这怎么可能？我的毒这么轻易就被解了？站住！你们要去哪儿？小姐啊，我们是被这个女人一时蒙蔽了心智啊！你放过我们吧！都怪你！我都说了墨海不能招惹，你非要答应什么浮屠会，都怪你啊！这种小喽啰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好，那就送入死狱，终身监禁。什么？死狱？浮屠会，你们太嚣张了！先带他们去医院疗养一下。这个女人，我要亲自审问。好。我已经是个废人，现在只想一心求死。如果是反面，我现在就一掌毙了你。看来运气不错。那么请问，在你死之前，能不能告诉我你们那位会长的下落？我知道你很强，但你知道我们会长是什么人物吗？他可是手握1半长生密码，活了几百年的老怪物。几百年？这怎么可能？继续说。另一半长生密码就在我手上，就算你不说，你们那个会长迟早也会主动找我。那个黑鸭也是一样，哪怕接受酷刑，也依旧没有松口说出任何信息。臣服我，从此以后心甘情愿做我的仆从。我不但会帮你恢复经脉，另外还会让你掌控整个浮屠会。世间竟有这种逆天医术！你要我在3天之内做出决定？参见墨海大人。我喜欢聪明识趣的女人，不过你要记住，银针会一直在你体内，只要我想，你随时就会再次变成废人。青鸾不敢背叛大人。这里面是秦家掌握的长生密码中的1/3，我要你用它把你们会长给我调出来。青鸾定不辱命。不用说了，告诉1号，这场闹剧要结束了。我去看看秦岚他们的状况。哟，姐妹情深啊！
住院都要在一个房间呢。谁和她是姐妹？这个女人好讨厌，说我们是狐狸精勾引墨海你呢。不是狐狸精，有本事离开墨海啊！公孙姐，墨海，你说句话呀！继续啊，我喜欢看女人为我争风吃醋。我就喜欢你这副自信又极度不要脸的样子。事情结束了吗？快了。哼，你任务失败还敢回来？走开，我有事要禀告会长。恐怕你今生都没有机会再见到会长。我已经取得秦家掌握的一部分长生密码。好，你跟我来，我这就带你去见会长。什么事？青鸾取得了秦家一部分长生密码。长生密码果然就在秦家。3年前，本座可是被那个牛鼻子骗得好惨啊！呈上来。是真的，但还不够。那个牛鼻子的徒弟似乎有些实力，正好本座这里有件礼物要送给他，去安排吧，他一定很喜欢。我要坐副驾驶位，那是我的位置。莫先生您好，我是江总的助理，江总邀请您去江家做客一趟。不识趣，没看到我正要和3位美女同游吗？没兴趣。这是江老爷子的邀请，说是有非常重要的东西交给您。那走吧。莫先生这边请，爷爷正在等您。没想到莫先生的师傅和爷爷有一番交情，这个我也是刚刚才得知呢。要是没有这番交情，我也不会来这里。老爷子，咱们开门见山吧。徒儿，你要找的人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找不到就算了吧。莫先生，您这是……死老头，都嗝屁3年了，还要跟我玩这种花式？哎，你的敌人太强大，他也是为了你好啊。哼，我更强大。什么事儿？有2位自称是浮屠会的人登门，说是要送给莫先生一件令他十分满意的礼物。哼，今天可真是黄道吉日啊！走，去看看。你竟然逃走了，那为什么敢回来？与你无关。我们是给那位人间修罗面子，不是给你们。再聒噪，就把你们的舌头全都割了。那我要不要给你面子？会长他老人家说了，这里面的东西一定会让人间修罗你满意。都已经10岁了，一天做不了10万个俯卧撑，可怎么行啊？死老头，有本事你来做做看呢！对师傅不敬，该打。老头，你那桃木剑是掌门信物吧？咱们门派就我们2个，什么时候给我呀？等你无敌于天下的时候吧。刚刚那2人已经走了，不拦住他们吗？杂鱼不用管，后面会一网打尽。1个小时内能来的都来，不得有误。浮屠会的老东西，老子一定会把你揪出来。二爷，有贵客，您今天真不是时候。我找的就是这所谓的贵客。二叔，您今天怎么突然来了？哼，大哥不谙世事，爸也是糊涂了，把江家交给你。不过是个江城小家族，何德乎能和我们江家签1千亿的合作合同？这是家族的安排，二叔你就不要过问了。我绝对不能坐视江家硕大家业葬送在你的手上。你看看你交的都是些什么朋友？哼，这人是谁呀？凭什么他坐着，你们全站着？我现在心情很不好，给你1分钟时间，带着你的人离开。我去！贵客到！您是正威商会的萧总？什么？正威商会的？会长，终于叫我了，老子手痒得很呐！战王，全球地下世界的王者，
终于舍得叫我们了。会长，您尽情吩咐。其他6人目前在海外，无法及时赶到。陈小姐，世界最大科技公司掌舵人，王总，世界最大军火商公司的幕后老板，这些大人物怎么都来了？我要你们想尽一切办法破解这段话的意思。是。你刚才话没说完，想说什么来着？我想说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真该死啊！这到底是什么逆天大人物啊？会长，有线索了。根据那位青鸾提供的情报，还有我这段时间的调查，浮屠会会长真身并不在海外，那很有可能是替身。少说废话，直入正题。不在海外，那就在国内啊。国内的据点位置，青鸾已经告诉我们，给我半天时间就可以调查完毕。终于按耐不住要对我下手了。我右眼皮一直在跳，你是不是要去做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？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什么事情对我来说是危险的。你一定在骗我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脸上会有那么愤怒的表情。墨海，你不要去好不好？你把我当保安、司机、厨师，还有其他什么的也就算了，现在还想要我当懦夫？我没有这个意思啊！墨海，吻我。不吻。你睡觉前刷牙了吗？墨海，如果你死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已经离不开你了。你怎么比公孙锦那妞还要肉麻？我要是死了，就直接抱到师傅的旁边。等等！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墓碑是墓碑。莫前辈，您终于答应收我为徒了吗？今天事情办妥了，可以考虑收你在我麾下当个记名弟子。好。老头，你这最后的把戏我看穿了。前辈，全部按照您的要求布置好了。莫先生，那浮屠会会长和这里有什么关系？会长所在位置连我们这些高层也不知道，但大人心里似乎已经有数了。世间万物阴阳相对，墓碑所在位置乃是绝杀之穴，是阴，那与它对应的位置一定是洞天福地。就是那里。世间竟然有这么夸张的洞天福地！神迹，这是神迹呀！这种方外之地，这世上怕是只有这一处了。墨海大人，要是在这里修行，一定能事半功倍。这里能够量产大量的 S 级高手啊！我不量产垃圾。既然发现了，那就过来吧。我的妈呀！有仙人！他要是仙人，那老子今天就要日他的仙人板板！大胆，滚下来！这世上没人有资格敢俯视我。在这方洞天福地，本座就是唯一的主宰。你以为本座不知道那牛鼻子的把戏？本座就是在等你亲自送来长生密码呢。这一定是你最后悔的决定。哼，墨海，你的确天赋出众，但本座修行数百个春秋，你在本座眼里终究不过凡人。是谁？告诉我是谁！墨海，3年不得入世，
这是为师给你的最后一道师门任务。为什么？你戾气太重，好好沉下心来吧。无趣，大名鼎鼎的死域，也不过如此。老头，原来是这样，戾气阻碍了我的晋升。帮我们救一个人，一个女人。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，这杀父之仇该报了。墨海，和你的死鬼师傅一起埋葬于此处吧。基本操作而已，很值得惊讶吗？秦小姐，你现在彻底安全了，浮屠会已经覆灭，不会有人再打长生密码的主意了。所以，你要走了是吗？我知道，我们两个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，你只是我生命中的过客，但是我舍不得你。我是个言而有信的人。什么意思？我说了，我会帮我师父还你秦家1万多亿的债，债不还完，我不会走。太好了，你最好一辈子也还不上。我还是喜欢你刚才那样，但是我舍不得你嘛。讨厌！秦小姐，提醒你一句，今天是莫先生的生日。我忘了，我要赶紧准备礼物。谁是墨海先生？这里有你的生日礼物，请签收一下。生日快乐！你放开墨海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唉，造孽啊！